做茶餅工序複雜，首先由人手將茶葉篩選分類，跟住要蒸茶，先將無清茶放入鐵罌之中，然後用攝氏170度嘅蒸汽蒸幾分鐘。之後將茶葉塞入棉袋，棉袋再放入壓機嘅壓板中間，壓製成茶餅。茶餅攤凍之後，由棉袋度拎出嚟，再吹乾同包裝。茶廠會依據茶葉品質，將茶壓成磚茶、沱茶、餅茶等唔同形狀嚟出售。呢度係雲南另一盛產普洱嘅地方——龍潤。呢度嘅陳年普洱茶係頂級靚茶。